来看台东市海滨公园附近的荷花，最近是真侪人来这哦，甲顶头画图的石头翕相。公所是表示讲，这是在地画家向市长来建议，讲想要互海滨公园的景观有一寡变化。民众是真肯定，那么做伙来看卖。台东市海滨公园海花对几啊公里的荷花大石头，不过最近游客行咧行咧，卡边就看到彩绘石头，有海龟、粉白甲鸟头鸟等装备的图样，拢总有7粒，放伫大石头堆内，爱像找宝共款才找得到，也有贴石头，游客感觉神奇佮神秘。我会感觉介神秘安尼石头。系啊，这有人看拢有块像贴啊安尼，很漂亮啊。不错啊。不过，荷花大石头是地北河川分署主管海花范围，并无鼓励民众采绘。不过，台东市公所表示，是在地画家提议海滨公园游客多，不过大石头的景观无聊，希望采绘增加吸引力。画家就先来画这几日，可能吸引游客的眼光。市公所今年会甲地北河川分署合作，佮邀请多位画家来画。时候啊，老实说，可以把我们的海滨公园做得更活泼一点，然后让民众来这边可以有一种寻宝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就做了几颗石头的彩绘。市公所表示，目前当咧甲地北河川分署讨论彩绘石头的活动，强调会以环保的色料彩绘，增加景观也兼顾环境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